最近这几年，健保的点数有较低，有不少医疗院所要运作是真硬斗。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早起审查全面健保法的修正草案，有哪样立委就提案讲，要让医疗服务的点数1点就算1块，或者是9角半。虽然8大医师团体拢支持，不过卫福部长试水员认为讲，安尼是会破坏健保总价的制度。这草案若通过，今年底健保的费率都要起价。新冠疫情过了后，民众医疗使用率增加，不过医疗院所病人增加，煞压缩健保点值，影响给付，使得病院甲医师人员的收入相对减少。有哪样立委就提出健保法第62条条文修正草案，希望健保点值1点换1块，还是1点换9角半，得到8大医疗团体支持。长久下去，将会导致台湾整个医疗机构亏损倒闭。医疗从业人员长期低薪出走。赖清德总统以去年说，我们这么卑微的提出0.95，我们这么卑微的提出1.1块钱，赖清德讲1.1。不过，卫福部长试水员表示，立委提案内容无具体指明资金来源，违反财政纪律法。而且保障点值，甲即马总额制度相加，无法度执行。那做由政府公务预算支应，当年至少增加700亿的支出，恐加排钱到教育文化这预算。不过，若是由健保财源支应，安全准备会伫明年一届都用完啊。上紧今年底都爱调关健保费率。保障1.1块钱的话，势必一定会冲击到这个健保的一个财务。那这个健保的财务受到一个重大的冲击以后呢，一定会了哈，一定会调整这个健保的费率。显然明年底就会不足1个月，不足1个月的话，那就是今年年底就要考虑明年要调保费。试水员讲，家己的任期敢若剩10外天，伊即马手头掌握到的资源，无可能同意这个草案。建议维持即卖条文，保证到520新内阁上任了后，就会有新的财源支应，应该会当阁做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